这下好了，帮了这地儿，左右逢源，招财进宝，再也不干那赔本买卖了。哎，师姐，您刚回国，这地儿亲切吧？你还挺会找地方。下雨了，我先回去了。OK。Let's pick up then。No 问题。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哎，听说最近这边来个叫王半仙的，你认识吗？我就是。说吧，算哪一卦？哎呀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你有所不知啊，我最近总感觉有个什么脏东西老跟着我。明白明白。行，给你处理一下。您是否近期寒气逼身，盗汗发冷？对，快起身，跺脚，继续。是否精神恍惚，走路飘忽，肢体不由自主地颤动发抖？哎呀，你说的这些情况啊，我都遇到过，而且我还虚无底气，洗黑怕光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、感受不到的东西。你这是上，哎呀，说不得呀。行，给你算一卦。阴气相连，此亲甚邪。阁下身上是否藏有他人物件？没有啊。哎，这话你可不能乱讲啊！那偷鸡摸狗的事我可从来都不干。心诚则灵，我不算虚卦，快走。哎，知恩不报非君子，还不如我眼睛虚着，可心实着呢。不会是因为我才动了刀伤了元气，就这么行？就那个东西，那个就是我说的那影又来了。悠悠白露迷，溪前福自溢。别知错综结，情深终始。你不用害怕，他呀，只是想帮帮你。说谁骗子呢？这不就是上签儿？人不行还怪路不平，真的是。算哪一卦？哟，卖螃蟹的搭戏台好大的架子呀！你不算，别碍着我做生意啊！哎，想找你帮个忙。哟，你这是求我呢？我这儿算一卦可不便宜啊！听说你这儿有法，我想投到这回。去02年。哎呦喂，你不去找那位爷，你找我做什么呀？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呀？一句话能不能行？赶脚不赶趟，你呀，趁这是好时辰，说不定啊，去个好人家。别忘了上次托梦那事儿，等着上大殿。来，走！哎呦喂，我的小祖宗呀！哎呀，我要是进不来了，我还怎么帮我们的好兄弟们办事儿呢？哎，丑话说在前面啊，这定向服务啊，门槛高，代价嘛，轻则小痛小病，
重则暴击终生，你可得想好啊。行了，哎，就一普通人家，你这是何苦呢？等等，回来！啊，没这个，那边你也过不去。那老太婆啊，看到这个就懂了。谢了。周爷可以弥补遗憾。今儿我家虎子2岁生日，烦请先生请个平安符。寸草虽有心，初非其难易。恨之已是短，燕归人妻。大家好，你就是王金半仙4444。哟，您瞅这号真够随的。改个道。哟，就这还是一对儿，真晦气。改不了，改不改？改不了。这个臭算命的！哎，别走啊！你怕我摇人啊？先生，您的东西掉了。哦，怎么是个男的呀？先生，我想请您帮我算算，和我打扮一样的那些人，他们过关了吗？你们这癖好还带组织的！我想请您帮帮我，我一定得和他们一起走。行，我帮你，看在你帮我捡东西的份上啊。天为干溪，之为地，八卦九宫12分，朝游于虚空，暮归即水宿，生处道。不公平！就因为他们不光鲜，所以就要沦为神。哎呀，万物皆有灵，心念象自生。也许那儿也是他们的归宿。他们走之前都那么保护我，那我也要去。哎，这哪是一个小毛孩说了算的？一切啊，皆有天意。先生，您就帮帮我吧。哟，你小子有点东西。哎呀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给你破例一次吧。成了，这就完了？那，哎呦，哎呀，这个那边大胡子就好这口，你过去的时候啊，切记可不敢声张。我姐姐们的东西怎么在你这儿？谁稀罕呢？当时净给我这些塞一些没用的东西，非求我改造。要不是看那么漂亮，我才不干这买卖呢。赶紧收拾东西，快走！晚了就赶不上趟了。
让你按照计划进行，一天天净往下边跑，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儿啊！哎呀，师姐，我这不是为了完成 KPI 吗？我的身体啊，还撑得住。ROI 都打不正，怎么完成？其实啊，我还是有收获的。您瞧，哎呀，今儿您开张，我祝你花开富贵，生意兴隆。哎，您看，1、2、3、4、9、10、11、12，哎，还有一只，第13只。等到曙光渐近，又是他日风景。哎，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呀？今日汇集了各路顶流 UP 主，受邀来参加哔哩哔哩1年1度的私庆盛典。哎，可曾邀请我呀？你？哼，倒是没听说过。嘿，欺负我粉丝少呗！我这以后可是要上百大了。呀，老板客气呀！先生说笑了，我来就是想问问换哪条道，我能博个好前程。嗨呀，瑶光维新，心诚则灵，算个字儿啊。呀，这字儿好啊！土为金之库，库链量不清，根植于此，为本其源呐。哎，先生，能不能再展开说一说？舍近求远道，缘木难得鱼。你呀，只要精益求精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这可以个什么嘛？这不还是个电焊工吗？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哎呀，我都施了法呢。有外卖。哟，今天这凉皮可够快啊！这不是想让你吃口热乎的吗？你说的好。哎，又要忙了不是？喂。Who Chinese come on? Okay, just wait a moment. I will be right there. 哎，我的筷子。请问您这儿有什么讲究吗？我想博个前程。我这儿可没有这么麻烦。啊，是金牛座啊，金星逆行，能量双倍，他或许是你的羁绊。还是这行？为何命运对我如此的不公啊？你要的公平，不过是弱者的自哀自怨吧？哎呦，严重了，很严重了。哎呦，今儿饭有点咸呢。早知道当年就不选这个专业了，怪自己选错了。哎呀，此言差矣。不识真面目，原身此山中。哎呀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哎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？井里望星片面地，伶牙振翅9重天。有位马先生说过，人生的最终目的啊，可不是有房有车有媳妇儿。你说的不就是马斯洛需求吗？一腔心火，共生进心底里，热水会磨灭的时代，他的另一半仍在孜孜不倦，其思虑未来。心如天怀，有几万开来，与百川归海的澎湃，流云的时代，你我责无旁。你说你这是？怎么还没收摊啊？哎呀，师姐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晚上才是营业吉时啊！啊，为了 KPI 得冲啊！你又……哎，你卷吧，我先撤了。师姐再见。
出来吧。怎么？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听说您这里可以定投。嘿，这小子又把我给卖了。你快走啊！这是买卖，我做不了。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有钱。嘿。哎呀，我这不是为了担忧你的安危吗？这加三的服务啊，可是有风险的。我不怕。嘿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行吧，那我就富贵险中求，帮你。不对呀，你要去的那条道啊，被圈住了，行不通啊。我不该和他吵架的，可我们都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那我能再见他一面吗？不行，坚决不行。这他们今天给你们未成年教的什么呀？就像您当初帮那个姐姐一样，你也帮帮我吧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哼，这种事亏我帮了他。先生，如果您不帮我的话，我的母亲就会一生都陷入在自责与悲痛之中，一辈子都走不出来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孩子，哎，言字轻轻，何必呢？先生，这梦怎么解？我女儿她……哎。金门紧锁胭脂扣，百转千回楼上楼。你也不要关闭通往幸福的可能啊！是，我已经不能。乌鸦反哺，羔羊跪乳。这是我女儿的，你怎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母爱子情深，子爱母更切。那位17岁的少年，救人时因力竭而不幸已亡。夜间一块饼，还得趁热品，半天没人影儿。哎，你怎么走路连个声都没有啊？先生啊，我听道友说，过去之前最好让您给补一补。看您这酒儿，您都这条件了，还来凑着热闹干嘛呀？哎呀，这谁会嫌俏媳妇带凤冠好上加好吗？您这一世啊，都富甲一方，功成名就，人呐，别太贪了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，先生。这俗话说，您吃萝卜我吃菜，有来有往的好买卖嘛。啊！烦请先生啊，还是给算算吧。哎呀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我有缘。哎，且慢，这个啊，还得我先过个瘾。这，
身后事，生前定。你这过去啊，想做人都难喽。这怎么说？人前多施恩，人后好还乡。看来也没什么人能记得。这不可能！你知不知道啊？每天敬我酒的人有多少？啊，你又知不知道每天的 studio 上约我约饭局的人，都能排到法国去了？怎么能没人记得我呢？拿来拿来。啊！我看你呀，就是个骗子。行，过去啊，只是过去吧，还没到那关，人就散了。过去可回上楼啊！人生走一走，我一世功成名就，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。唉，觥筹交错时，推杯换盏中，大梦已逝去，一酒人独奏。罢了，既然如此啊，过去就听天由命吧。且慢，还有转机。竟然还是那个时候的事。远看成人迹，似风不是风，画龙未成。难得一凤，恭喜恭喜呀！这不行，不能传。那还能传吗？你没听爷爷的意思吗？这还怎么传呢？大家守了这么久，到这就不完了。哎，你们这一大家子还真有意思，大肚子老婆齐产，哎，靠前不对，靠后也不对。我跟你爷爷觉得呀，这要是传给女儿家，万一有个3长2短的，你能不心疼吗？唉，就不传吧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经未有尝试，取舍无定资。既然你这么纠结，我有一奇法，一招定乾坤。准备好了呀？我做不到。先生，都进去留着吧。嗨，我的爹呀！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若想金榜有提名，先生卜卦第1名。哎，姑娘留步，我看你神色郁郁，怕不是个好兆头啊。先生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
看到了吗？准麻了。那您帮我看看，我能考上这所大学吗？这个恐怕考不上吧。不行，我必须要上。哎，能上，不能摇，不能摇。哎呦，天哪！这怎么？对不起，我不能瞒起我。听众53247，知道请回答。53247，知道请回答。啊！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装爱武装。鼓掌！53247，请回答。落华夏，正义永传。呼叫53267，请回答。53267，收到。哟，瞧您这长枪短炮的，真是金玉临门，福星高照啊！先生，您说笑了。其实我呀，迷茫得很。之前做代购吧，我赔了个底儿掉，然后开火锅店我也给开砸了。现在学人家做短视频，我都快揭不开锅了呀。那你要算点什么呀？我是想让先生呀，帮我看看下一个风口在哪儿。哎呀，这好办呐！福那啥斯那网上的都是我给算过的，现在少说也摆了一身价。是吗？如果给你算成了，要点干股，不过分吧？来吧我！下一个500强就要开始了，伟大的合伙人就要诞生了。哎，给你看看啊！哎呀，哟，您看这个好啊，花香四溢，蜜里调油。这分明就是针尖舔血，性命攸关呀！这能挣钱吗？哎，这个好，依山傍水，诗情画意。这能挣钱吗？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一投啊，就是这个数，漫山遍野都是金呀。但这个你得面朝天，背朝地，得与牛共枕。哎，不行，这不就是个养牛的吗？这个好，五谷轮回，生机勃勃。你这哪是什么风口呀？你分明在耍我呀，大哥！真是大象抓风，挑得很呢。先生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其实是我们村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，我就是想靠我自己的努力，帮村子里的老百姓脱贫致富。喂，阿弟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把小周仔正卖的了，乡亲们砸锅卖铁都支持你创业，带领我们脱贫，可好？一定找。南橘北枳夜屠肆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塞翁焉知安哪益？望君使足万里期呀！先生，我现在真的没有脸去面对那些乡亲父老了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呀？有位鲁先生说过，世间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。但你可曾想过，世间啊，本都是路，就因为走的人多了，才没了路呀。不如另辟蹊径，或可拨云见日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。
这玩意儿归你了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东西怎么用啊？你收录到第几集了？第8集了，师姐，很快呀，我们就能出版了。宝藏男孩，快递。我什么？我没买快递。哎呀，师姐，别浪费呀，还没吃完呢。这是原生态的。哎，味儿就是不一样。谁是在逃公主呀？放这儿吧。不要欺师外人，小哥哥无人敌。啊！我的坤坤，真是插袋里着火，着了魔。什么破物？来活了。啊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可算等到你了。先生，之前我们在你这儿结拜，你还是替我解了。你自己解不就得了？你找我做什么呀？哎，你不是那时候说这手串嫌桃园结一枝精华，自行损毁，轻则厄运当头，重则世代悲苦。你怎么这？哎，给你解，给你解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先不说你解不解，我得先去解一下。师姐，你得帮我，我兜不住了。哎，你。这怎么解？一天天净干些下三滥的事，把烂摊子都扔给我，解不了。若是真不能解，要我跟有辱师门的人有瓜葛，我愧对恩师啊！真是服了。抽吧。国王5，权杖2，圣杯7星年珠。若是要强行解除羁绊，守护的事物将会湮灭，不再被人看见。这怎么讲？要是强行解除，势必会影响这一门命脉，何必呢？我们这门技艺，可能现在喜欢的人不多了，他们急不择路，我又奈何？莫非你说的是男团昆蒂之好？你怎么知道？哼，可不就是他们吗？虚有其名，徒有其表。这什么意思呀？这个的意思。哎呀，这个繁烟草木新雨露，预留千古蔽日新。条条大路不都通罗马吗？形式那么重要吗？哎，这不说话。哎，刚这东西差点给你用了。哎，他们在你来之前早都来过了。哎，我的币呀！下次一定。一会儿都把币投一下。师姐，要开始了。一动这个机器，怎么赶都赶不走。
暂时公名陈雨兔。暂时公名陈雨兔。您没事吧？是不是关得太久了？先生，给我算下一卦吧。啊，1卦20，要么投币，要么扫码。哎，跟你说话呢啊，你还找不找人了？哎，我的神啊！哎，你咋知道我要信任呢？啊？傻子都不知道你要信任。哎呀，厉害厉害厉害！看不到这招牌吗？古往今来第1卦，左右逢源儿，金半仙。哎呀，长得很，长得很。哎，先生，我这出来的着急没带钱，你看这个东西行不行？包动，现在不能给你，你还没算准呢。8字呢？记不得。贴身之物的呀，也没得。你啥都没有，你让我算个啥嘛？你知道我要费多大的功夫？先生，我赶时间，麻烦了。这东西给我放好了。哎，好，算好了，你可别耍赖。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荥阳、咸阳、衡阳、汾阳、东西南北4个阳，发音不能走了样。好，还是说。好。行无定踪，咫尺天涯。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位置？荥阳、咸阳、衡阳、汾阳、东西南北4个阳，发音不能走了样。鱼目混珠，难辨真假呀。糟了，来不及了。先生，这个东西就交给你了，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怎么说？山河重担，望莫言辞，靠你了。好小子，可让我找着了！要是答应我背这么久，接着跑！赶紧的，快找东西！弟，不负所托。30公里，尘与土。神经病吧！找了个投资人，明天要过来，你好好准备一下。30公里，尘与土。着了魔了。在陶公主，快递。30公里，尘与土。30公里，尘与土。2度征伐，烟同雾。惜花残柳，无人爱。土鸡老狗不相逢，原来您就是老狗啊！原来你就是他们要找的土鸡啊！他们，梁山有幸，百征武，卧贼成河，只有一招。谢先生。哥，俺想问一下，3连路在哪嘞？那儿左还是右？哎呀，你还是半仙嘞，话都说不明白。哎，我这……哎，上个厕所不让上是吧？
你放心吧，钱我拿着了啊。路还走反了，知道了，挂了啊。说谁不会说话？疫情之下，注意配合防疫，扫码测温。好，没问题。疫情之下，配合防疫，注意安全。您放心，社区是我家，文明你我靠大家嘛。错。哎，来人了，来，先扫后算啊。怎么是你呀？先生，我这次来是想测测我的功德值涨了没有。我的教诲，你都照做了？哎呦，先生，您之前可不是拿这个测的，这能行吗？我这是高科技，一般人我都不往出拿，看你是老顾客我才拿出来的。来，凑过来。哎呦，你这怎么比上次还低呀？又重操旧业了？怎么会？不是，我只是想……上次怎么跟你说的？日行百善积义德，日作一恶百得落。盗人钱财这种事儿有损阴德，你怎么不长记性呢？难道是我弥补的还不够？哎，从今克己应犹急，言语梅花具自己，慢慢来，总会好的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没时间了。先生，先生，您帮我把他物归原主。这是好事。还愣着干嘛？给你送医院。还真有这么傻的，你说这放在谁能不心动啊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哎，可笑。先生，哎，你来的正巧，那憨憨刚走，这段时间可让我一顿找呀。托先生的福，本来想用自己的方式帮他积点德，没成想。哎呀，围魏难行就赵义，非攻见爱四海平，这都不重要，过去了。让我们师姐给孩子起个名，冲喜，啥都 OK 了。好吧，孩子爸爸贵姓？姓吴。哦，这名儿妙啊！这可是天下光明的好兆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名字想好，我这本书就开始出版。成嘞，毕先生，等我盘个好名字，就告知您。感谢。好嘞，您慢走。好。我填满了。不能贴对称点啊！你不知道我是处女座吗？我们不是要来？职业素养还有没有？你贴成这样对得起客户吗？啊！嘿，干嘛呢？嘿，我抽你们！哎，啊！哎呀，这谁干的？谁干的啊？您这是招惹谁了呀？他给你搞成这样，要不是我来的，卑鄙呀！小人，不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把我的老宅搞成这个样，哪还敢有人要啊？什么？王叔，您要卖宅子？您这卖了，我这摊儿可找谁租去？我也是被逼无奈。小金呐，你说
我这老宅如果要是搞一个风水鉴定证书，是不是更好出手啊？哎，王叔，要不是我租您这地儿，镇着您家这风水，可能早都祸及滔滔喽。哎呦，不行，不要买，不要买。作孽呀！我费尽半生，就是为了能让他面试，可是他们为了让我妥协转让，将我逼得如此的境地呀！哎呀，您这是忠心报国，攻南极，舍家忘死救群生啊！可是他们都想一家独大，肆意定价，啊，简直无视苍生，无视苍生。既然这样，我自己来。你不能死啊！我自己来。哎呀，您这可真是不为繁华所诱，不为名利所扰，才是真正的医者仁心啊！惭愧，惭愧。哎，哎，要不这样，大哥，好了吗？好了，贴。好的，完美。给我贴正了，歪的不斜，正的斜。是老板，是。听见了吧？这些东西往哪搬？哎，什么哎？3天前你们得叫我金总。喏，快点，轻点，轻点。那我挂了啊。我也要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厉先生问你的书名想好了没啊？哎呀，这事儿我怎么给忘了呢？哎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，那就不如叫难念的经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飞飞宇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《先生我想算一卦》第2季。扫描下方轻剧场2维码，解锁独家花絮，更多精彩啊，等你来看。